阿姨，你在那里磨蹭啥呢？我觉得你奇怪的了啊。宝爸宝妈吃完了再吃嘛。那为什么？我觉得怎么说呢，讲究点也好吧。那以后2年你都一个人吃饭，说不定以后我们还要一起出去吃大餐呢。以前2个阿姨都跟我们出去吃过的。我走的那天都胖了10几斤。他要是不张嘴，你就不要让他吃。我们不能硬塞，要塞笨掉。我们吃饭乖，睡觉乖，事实上是没有缺点呀。关键我们长得还好看，赏心悦目，秀色可餐，对吧？这个不是我自己吹牛啊。吃饭的时候不要让他玩东西，要养成这个习惯。读书的时候就是读书，睡觉的时候就是睡觉，谈恋爱的时候就是谈恋爱。你那子哎，刚打蛋，一会儿就吃完了。他知道我们要去看新房子。他精得很呐，你不知道他精得不得了啊！这个人，你来开心做啥哈？哎，那3个为什么个啦？一道看个是自家房子啊，不掉大内毛个啊！随便等到来了，这个空调也开哈，我晓得你说得不得了。弟弟啊，今天你这样子那个光啊，飞着上来像蒸笼，把你开开头，空调开得再大，妈玉米这谁在家？这已经转了，转个屁10斤子有吗？宝宝插一下，因为我们这个形象要注意，我们是帅哥，是男神。说不定看房子的时候也有妹妹在呢，对吧？弟弟啊，你说谁啊？一直也是带你结婚的了，一个地方啊，从来没有看见过皮肤这么白的吧？没有，唇红齿白，肤如凝脂。弟弟，你看得来，我来到是那个屋子啊，环境不错，主要是钱不错。弟弟也是干，哎，也是哦。没有钱哪来这一切？哎呦，那个人多理啊！哎呦，这阳台多乖，太阳光十足，吃饭间得蛮争气的呢。这样2家受得了，厨房间马马虎虎，冰箱中水还换得到底在，龙头啊放一贴手在。哎呦喂，130几平方米这个房子，哪只有一间3南房间家？4卡马达笼子2只，估计下肚子个朋友1、2、3吃得都上子。哪个家挨不到这里还住3南房间出来？自来是去中国3包3包嘛可以看。反正住个人讲喊谁是喊，厨房间热水、淡水、太阳，咋啦啦？你家人啊，一打铃，讲白不听哪铃？你让他出去开脱牙齿，还是还买肚皮里